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南的安平有一间文创业者结合着在地吉祥物，推出减西喙罨，讲这种的喙罨会当辟邪祈福。大家好这次疫情啊，真的很严重啊。那口罩啊，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为了这次的一个防疫啊，我们健师啊，要勇敢的走出来。减西布的喜羊啊，用简单佮趣味的方式，甲大家宣导防疫观念。伫防疫期间，喙罨煞变成大家日常生活用品。伫台南安平，就一间业者结合在地减西元素，做出无同款的喙罨，有辟邪祈福的意思。其实，在口罩的一个使用上发现到从过去的防疫到现在已经快变生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口罩的需求，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是一种搭配，是一种视觉平安、安平平安，还有健师，也是跟这个疫情息息相关的因为平安就希望这个疫情快度过嘛第二是健师就是辟邪祈福。即马喙罨的都是百款，真侪人伫清菜时，拢会拣一寡家己介意的配件，引起事件。业者嘛推出定做喙罨，互大家伫疫情期间生活更加丰富。